再来看台中市北区的五顺街一间出租的客房哦，今仔饭店点外时阵火烧，学生甲住户闻到味，拢赶紧走出来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这个套房哦，敢有违法计经？台中市的都发局嘛来了解。规条巷仔拢是烟，还有真歹闻的气味冲出来。住户讲看甲状况唔对，就紧日冲落去楼骹来逃生。对啊，没有很多人啊，一层大概4个人吧。虽然当时暗时你困的时间，先逃出来学生一闻到烟的味，就紧日叫其他的人赶紧落楼。台中市北区五顺街，这厝出租套房，15号凌晨1点外发生火警，上桥接到报案，紧日出动，嘛对着2楼的套房来收索。先闻到，再听到他叫。看到火焰吗？有。咁早咯，家己发火出来。家己看火出来，还是电线的关系？可能。嘛无煮物件，啥物拢无。无啊。而厝主嘛紧日赶到现场，警消初步表示，这栋透天厝以2楼是厝头家的徛家，其中1楼是新民厅，是毋是就是起火点？还佫进一步来调查。而台中市动化局嘛就会了解，是毋是有违法使用。有没有危险性？比较危险性这类，可能就是我们要用违章来判断它的使用用途。出租套房我们不允许有隔成3间哦，隔成3间我们会列比较高风险。那我们会处理，会针对这种隔成3间的出租套房，我们会做一个优先的处理。台中市动化局表示，这栋建筑4楼以上是违建，若是违法计经，可能有违反公共安全的疑虑。然后对外行动嘛相当下，商局嘛要厘清是毋是符合相关法规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